哎，那连接在哪里？你们用什么分给我？分享给我。你要复制哪一个连接？丢到牧师的脸书，或者是那个你先。Messenger 好了。你就要确认我这个，不要确定就是那个不重要，它有，对，还有我。好，今天我们是约书亚记23、24，在哪里？我还没看到。我现在要丢去哪里？丢到你的，你要哪一个 ？Messenger 好了。我丢 message。好。Messenger OK 好。然后我就复制。像我会收进去。我在那边自言自语。连结如下。好，然后贴上，然后发布。好，这样在脸书就可以连到 YouTube 了哈。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入约书亚记最后一个部分了，23到24哈，基本上从20到22就算是附录了哈，就是基本上已经打下来了，虽然没有全部攻下来哈。23、24这2章记载约书亚最后对以色列人的劝勉。这时候约书亚已经很老了哈，应该90几岁了。他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了，他就劝勉警告以色列人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好，那我们就进入23章24章，先进入23章，我们先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我们可以聚集，不论是实体还是在线上，一起来亲近你的话，求你的圣灵亲自指教，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知道你的心意，也赏赐给我们能力。如果我们有什么明白的部分，让我们有能力行出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以下的时间你来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来，阿们。好，23章第1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这个是不好的翻译。23章第1节，和本的翻译其实会让你误会那如果你看一下23章的第1节的和本修订版，或是你看英文的译本，我们英文是选 NIV 你看英文的译本或是和本修订版，它是翻译成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从四围所有仇敌中得享安宁，已经很多日子了可是你看和本是翻译成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这个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等于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到安息，得到安静，不会被四周围的仇敌打扰。然后23节翻成主动的好，没关系，那就意思就是说已经很多年是和平的状态了。然后这个时候约书亚年纪已经老了，他就招了全以色列的众长老、领袖、审判官和官长来。基本上他这样子的条列这是以色列群体的这些群体的领袖的各种领袖众长老、领袖、审判官和官长这已经包括了所有的意见领袖或实际的领袖了然后约书亚对他们说，我年纪已老迈，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你们的缘故，像这些国家所做的一切，你们都亲眼看见了。那为你们作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看我已经把所剩下的列国连同约旦河起到大海日落的地方，我所剪除的列国都抽签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向你们所应许的
这一段话讲的很有概念哈。哦，他先说已经老了，哈，然后耶和华为你们做的事情，你们都可以作为见证，你们都亲眼看见了。他强调那个为你们作战的是耶和华哈，不是你们为耶和华作战，是耶和华为你们作战。好，所以这一些国打下来是耶和华他的计划，然后他的实践哈。并不是像犹太人自己想象的，他们是为耶和华在征战，不是，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然后呢，我们从上上礼拜，我们知道，其实并没有全部占领下来迦南地所有的部落所有的国家，基本上，再说一次，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从约旦河中间过去过河，过河以后在吉甲这个地方集结，然后先打下耶利哥，打艾城，然后基本上是先攻进迦南地的中部，然后再往南部打，然后再打北部，那基本上几个大的国家几个大的城市国家是攻占下来了，可是并没有全部的打下来。那这个时候，上帝让约书亚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抽签分地，把整个约旦河以西的迦南平原的所有的地先分了，迦南地先分给12个支派。我们上个礼拜20到22节都在讲这个，12个更早前面13到19节都在讲这个分地，20到22节讲到的是。以利未人虽然没有分到地，可是他们有分一些城邑，还有讲到那个陶城，那前面13到19节，讲的是分地，哪一个支派分到什么地，抽签分的，那重点是他们分好地，他们每一个支派所分的地里面都还有剩余的迦南人，就是说没有赶走的迦南人，所以他的设计应该，约书亚的设计就是我地先分给你们了，你们各支派自己去把他们赶走，自己把他们赶走。好，现在讲的也是一样这概念我们都已经沾阄就是说抽签分给你们各支派了，那你们要自己去，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你们的上帝必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约书亚还是很强调在讲那个谁是主动的耶和华上帝是主动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页第六节，约书亚继续鼓励他们，他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讲到这里就会蛮有趣的。如果我们看约书亚的前面第1章第2章，很多次提到耶和华上帝劝勉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有没有？那时候都还没有过河上帝就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时候，耶和华一直鼓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现在他年迈了，快死了变成他在鼓励以色列人要大大壮胆。不过重点还不只是大大壮胆约书亚一直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是你们要谨守，要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一切的话，不可偏离左右。所以遵行上帝的话才是重点那个不管你胆子多大都还不是重点，遵行上帝的话语然后要放心，因为你有这个信心，所以你要放心，要壮胆，然后去行我一直认为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就犹太人或是基督徒都一样，这个信心一直是最关键的核心的地方虽然
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在论那个爱的时候，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有没有印象？那保罗说哪个最大？保罗说哪个最大？爱最大嘛，对不对？可是我坚持信最大。你说臭陈思豪，你什么东西？人家保罗说爱最大，你就说信最大。我跟你说，这是不一样的时空概念在讲的话。保罗在讲爱的时候，其实他有他的论述的脉络，你看得出那是超时空的概念。什么意思？他说有信、有望、有爱，长存的是爱，对不对？好，你想想看哈，信是什么？信就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嘛。好，保罗说，如果当那日我们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登陶对明，保罗意思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多事情就明白了，对不对？就比方说，你亲眼见到上帝了，很多事情就明白了，对不对？好，那你去想一个问题：信是指还没有看见的那个实践，那叫信嘛，对不对？未见之事的实底还没有看到。请问，如果基督徒你已经跟上帝面对面在一起了，请问你还需不需要信？已经没有了嘛？盼望呢，也已经实践了嘛？可是还是要有什么？爱呀。好，就是说，当我们跟上帝已经面对面的时候，那个信跟盼望都已经达到了，已经实践了，都不再需要有。可是我们还是需要什么？爱嘛。保罗是用这个概念在讲，爱是最重要的。可是事实上，如果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基督徒现在的处境，或是犹太人在旧约的处境，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当然是信是最重要的，是从信心才会有爱心，从信心才会有盼望。好，所以信是最重要的。他说你们要大大壮胆，大大壮胆还不是最重要的。他说你们要谨守，要遵行摩西律法上上帝一切的话，不可偏离左右，因为这个跟信心有关系。你要相信上帝，基督徒得要先坚信上帝，才有所谓的大大壮胆。那个信心反而才是最核心的。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这些国民掺杂。好，我讲过了，12个支派都已经抽签分到他们的地了，可是并不是代表每个支派的领土上面的迦南人都赶走了，没有，有的都有残余剩下来的。那约书亚的意思是说，的提醒是说，你们的任务是在你们接下来的时间要把这些赶走，就算还没有赶走之前，你们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这些国民掺杂。我看何修的翻译比较好，不可跟他们往来，你们不可提他们神的名，不可指着他们起誓，不可以去敬拜侍奉他们的神明，你们只能紧紧跟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像你们直到今日所做的。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会特别写出来，会被特别讲，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事实上这个是会发生的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会去敬拜别的神明，会去跟这些剩余的迦南人往来，会建立关系，所以才需要这样讲。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是连提都不用提的。就像我们不会在一些墙角看到说禁止在此丢垃圾，那就表示有人在干嘛？在丢垃圾嘛。今天他特别要这样讲，在他死之前，他要特别这样讲，其实这是在告诉你，这是会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
他说只要紧紧跟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好，第9节重新又强调一次，他说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列国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了，直到今日，没有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1000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照他向你们所应许的为你们作战。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一直讲，我们一直以来，约书亚讲，我一直以来，从我中壮年的时候，我带领你们打过约旦河的这些打仗，都其实是耶和华上帝在为我们打的，不是我们在为耶和华打的。好，那接下来11节就是翻译上一个很可惜、很重要的翻译了哈。11节你看，我念给你们听，你们要分外谨慎，逗点，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样的翻译哈，我就问一下，通常基督徒我们读这段经文是不会停，就跳过去了，因为没什么。可是我要问你一下，11节说你们要分外谨慎，逗点，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个分外谨慎是指做什么？什么是分外谨慎？啊？专心爱耶和华要分外谨慎，你读起来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我认为翻译者放的那个逗点是有它的禁忌的地方，再多一层思考的。你如果读英文，我给你的讲义上写的英文的翻译我选3个译本，一个是 NIV， 这个是英语世界用的最广的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第二个是 NAB New American Bible， 是美国天主教的英文圣经。第3个是 NRSV， 是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基本上它就是 King James 的版本。King James 被称为 Standard Version， 标准的 version。然后那个 Revised 就是修订版，然后 N 就是 New， 是新的，等于是新的修订版NRSV。你看它这3个的翻译是翻译成说 ，NIV 是说 所以 be very careful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然后 NAB 天主教的 As for you take great care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意思也是一样。NRSV 是翻成说 be very careful therefore be very careful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意思也是一模一样。这里很清楚是告诉你说，你要很什么谨慎去爱主你的上帝。可是我们的中文故意翻成说，你们要分外谨慎，逗点，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其实在我们的阅读的习惯上，我们不会把它想象成你要很小心的去爱上帝，我们会把你要分外谨慎自动跟爱上帝做切割，然后分外谨慎好像去做别的事情，然后说你们要分外谨慎，那你们要爱耶和华上帝，我们会这样去理解。可是事实上这样的翻译是可惜的，因为它原文的意思是像英文的意思，就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们要分外小心去爱上帝。天哪，这个在圣经的描述里面很特别，什么时候你要小心爱上帝啊？如果你耶和华归纳那个律法跟先知的总纲，他是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对不对？要强调都是这种嘛，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啊。约翰福音讲都是要讲你要诚心的爱上帝，或是你要尽力的爱上帝。什么意思叫做你要小心爱上帝？ You need to very careful 你爱上帝要很小心。这是在讲啥？你要 take great care to love your Lord
love your love the Lord your God。爱上帝干嘛小心啦？于虎，请你回应我。有任何在线上的回应一下。我真的很少在其他的圣经经文提到说，看到说要小心爱上帝的啦。干嘛小心爱上帝啊？好像爱下去不小心会被打耳光呢。这个上帝是出尔反尔的上帝吗？是阴晴不定，像女 stereotype。为什么爱上帝要小心啊？这里就讲得很顺的，约书亚说你们要 be careful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你们要很小心去爱上帝。你们不会觉得奇怪啊？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不要惹上帝生气。不要惹上帝生气，就不要惹上帝生气，就讲不要惹上帝生气就好了。他是不是说你要小心爱上帝呢？为什么爱上帝要小心？你当然不要惹上帝生气，一定是在他的意思里面。我只是说他的措辞，他的 wording 怎么会有这种 wording？ 就是说，他说 therefore be very careful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你要很小心去爱这个上帝。有人回说，嘿，因为人看到上帝会死。有些人看到上帝会死，这些上帝要很小心。嘿。然后还有另外人说，因为爱可能是溺爱。爱可能是溺爱。好，这个方向我喜欢。弟兄姐妹，我们在讲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容易流入那种情感情绪的概念，在讲爱。好，我们很喜欢、很爱一个人，其实我们在想象的都是那种天然、那种反应、情感的反应。好，可事实上，我一直强调，喜欢跟爱是两回事。喜欢会是感觉，喜欢没什么好解释的，喜欢没有什么理由，喜欢就是我看到你，我就是喜欢你，那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它是感觉的一种。爱其实是比较多层次的，爱其实是比较复杂的，爱是包括感性的，包括理性的，包括意志力的。所以讲到爱，是可以用在你不喜欢的情况下，你不喜欢这个人，你仍然被要求去爱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你的邻舍，这个人是你的弟兄姐妹，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常常出现的概念。如果你把爱只是理解成一种情感情绪的反应或抒发，其实没有任何空间需要小心啊。有人说什么？还有说要按照上帝所指示的路进行，不要走他们走道。OK。另外两个，再念下去。就是说，因为上帝也很小心的爱我们。上帝也很小心爱我们。然后第三是说，因为上帝爱吃醋。爱吃醋，很好。其实这些想法都有把理性的成分放进去了。好，弟兄姐妹，我就是要强调，爱并不是单单在描述情绪的感情的抒发。那个会是喜欢，喜欢是感觉，喜欢是蛮情绪感情的抒发。我不是说喜欢比较不好，没有，我要讲说喜欢是在描述这个方面。我喜欢巧克力，我跟你讲，这是没有理由的。这也不需要什么意志去贯彻，我就是喜欢巧克力。这不用什么解释的。可是爱不一样，爱是有它理性跟意志的成分，当然也会有情感上面的部分。所以这里要说，你要小心的爱上帝，会小心的爱你的上帝，你的主上帝，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是说上帝很疼你，对你好，你就爱他，哪给你修理嘞？你就爱不下去了嘛，对不对？
哦，所以你的爱上帝不能停在那个感情情绪的反应，哦，所以我认为这里约书亚的提醒非常的很特别，是很有意义的哦。Be very careful, be very careful, take great care of to love 哈 ，be very careful to love。我觉得这里的讲法非常的有意思哦，非常的特别。可是很可惜，就和本跟现代中译本和本跟和修版都把它翻成你们要分外谨慎逗点，然后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个翻法就让它的意思就分离掉了，非常可惜。好，接下来继续12节，你们若断然转离，紧紧跟随你们中间所剩下这些国家，彼此结亲，互相往来。OK，12停在这里，这里我就要问你们一个意见了。我们不看其他的经文，如果端看约书亚记12章的经文，是在讲什么意思？你们若断然转离，紧紧跟随你们中间所剩的这些国家，彼此结亲，互相往来。12节在讲的意思是在讲结婚吗？因为大部分的释经书都解释成说，约书亚警戒他们不要跟迦南人结婚，因为12节这样解。可是你这样看起来是这个意思吗？当然是从11节下来，可是12节有讲到是个人结婚的问题吗？我认为不是因为他把耶和华上帝跟这些国家是当做一个拟人化的讲法，他等于是说你不要跟这些国家结亲，等于是说不要跟这些国家有亲密的交流。这里12节纯粹没有在讲以色列人可不可以跟迦南人结婚，不是在讲这个。当然在别的经文耶和华上帝有提过，可是在这里你千万不要把这里直接解释成约书亚禁止他们跟迦南人结婚。这里要讲的是不要跟他们有紧密的连结跟关联，互相往来。然后13节非常特别，如果你读到12节就停，给你猜。现在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跟这些迦南这些剩下来的国家亲密连结，不然的话要是会怎么样？你们猜，你不要看13节，你们猜，上帝你们要遵守上帝的话，你们不要跟这个迦南人这些国家连结亲密的往来如果你们跟他们亲密往来，好，会怎么样？来想想看，我们照逻辑看会怎么样？什么？上帝就不理你们？不止吧？我们可能会想，上帝会惩罚你们吧？对不对？是吧？13节完全不是这个思维。你看13节是什么？你们就要搞清楚，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然后他们要成为你们的罗网、圈套、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灭亡，直到你们在这个应许之地灭亡。所以13节讲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你们不听话，跑去跟这一些迦南人有亲密连结，上帝会惩罚你们。没有，他不是讲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不听上帝的话，跑去跟这一些国家紧密连结，上帝就不会再主动把他们赶走了。从前面一直到后面，约书亚都一直提醒说，我们之前打仗都是上帝为我们打的，你们要有信心，上帝会继续把这些人怎么样赶走。现在是说，如果你们居然跟他们连结了，上帝就不赶了，不赶走，而且呢，约书亚预告一个状况，你们既然不把他们赶走，上帝就而且跟他们连结，上帝就不赶走他们了，而且他们会成为你们的陷阱，他们会成为你们的圈套，
是你们肋上的鞭，是你们眼中的刺，他们会成为你们的祸害，一直到你们灭亡。天哪，哎，这是讲得很严厉哦，不是上帝直接让以色列人灭亡哦，不是哦，他是说上帝就不赶走他们了啦，啊，你们那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会把你们害死啦。哎，基本上这里等于是告诉你说，上帝就不介入了。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上帝的做法是你不听话，我就给你们好看。这里不是，这里是说这些迦南人会给你们好看。因为前面这是不一样的论述方式，这是不一样的论述方式。在旧约很大的部分，比如说这里是约书亚记，比如说士师记，士师记会强调说，上帝兴起这些外邦人来管辖以色列人。可是约书亚记这里不是这么写，他是说上帝就不赶走他们了，就停止赶走他们了。然后这些人呢，会给你们好看，不是我耶和华给你们好看的。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神学的论述哦。你要看这里是讲不一样的概念哦。所以，哎，你说。那所以，如果从约书亚记的讲法来，神学讲法来讲，就是这些人如果对他们好就是好。换另外一个角度。你说如果这些迦南人对他们好，对啊，就对他们友善或者是不敬。我对了，完全不会，我是说，就是彼此有好处，互相共享。其实也，我是说，在这个论述里面，其实也有可能发生。可是，如果照整个约书亚创世纪以来的脉络，是告诉你，迦南地上面的人已经败坏到什么？无可救药了，所以他才会说，那个他跟上帝跟，哦天啊，我居然忘记圣经的名字。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是特别说，他们的罪还没有什么，还没有满呐，还没恶贯满盈，嘿，还没有满出来啊。可是，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已经满了，所以才会让以色列人你们进入迦南地去打仗，去把他们赶走。哦，那所以在他们的前提不会有和好相处的情况，他们就是本来就应该要被赶走的。那你们居然没有赶走他们，反而跟他们连结，哦，亲密的在一起，那这可能就包括前面禁止的事情了，拜他们的神啊，什么什么的。你们居然这样做的话，这些人会害你们，害到你们灭亡为止。哦，可是这里不是我耶和华上帝亲自出手做什么事情。哦，这里会讲的比较实况，比较不是很灵异的讲法。哦，你如果有其他的部分，我后面会讲生命记史观的概念，它就会蛮直接讲成是耶和华上帝亲自的作为，很直接的惩罚，直接的作为。哦，可这里的讲法是非常实况的讲法，没有看到上帝出手，就是看到上帝不理你们了啦，上帝就不再替你们作战了，上帝就不赶走他们。那既然上帝不出手赶走他们，你们又跟他们紧密的连结，那你们会被他们害死。哦，而且强调哦，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上帝，你们上帝所赐的这个美地上什么灭亡。哦，这个就是已经讲到主前700年跟500年的北以色列跟南犹大灭国，已经讲到那样子的概念去了。哦，我还是认为约书亚记这个东西都是蛮后面才写出来的，蛮后面的时代才成书的哦。它的成书的目的就是在警告被掳归回以后的以色列这些子孙，让他们看清楚他们的祖先就是悖逆跟上帝所立的约，所以导致亡国。让他们清楚说，你们千万不能再像你们祖先一样，如果你们再一次跟祖先一样悖逆，那也一样跟你们祖先一样也是亡国。好，已经被掳归回了，一样啊，
核心的重点还是在有没有守住那个约。好，这个是第13节哦，我觉得非常有趣。你说，如果你从11节看到13节，你会发现它的措辞是跟我们印象是不一样。我常说基督徒有个麻烦的事情，他看圣经，基督徒看圣经，他都是用印象的。圣经好像这样写，圣经我有印象，圣经是这么写。那事实上，因为我们读没有仔细读，我们就会变成印象。你如果很仔细读11、12、13，你会发现这跟我们印象中的写法是都不一样的。这样的写法有它的不同的理念在里面。如果我们只是印象，那真的太可惜了。居然爱上帝要小心爱上帝。好，14，好，23章最后面一段，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就是我现在要走的路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要走的，就是要去死了。你们要一心一意知道哦，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应许要赐给你们一切的福气，没有一件会落空，都会应验在你们身上。可是反过来讲，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的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灾祸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他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名义上除灭。这个是讲，如果16节你们若违背耶和华吩咐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的话，基本上就是23章的14到16节的这种写法背后的神学，在19世纪的神学家把它归纳成这个是生命记史观的概念 ，Deuteronomy Deuteronomy theology 就生命记史观的概念，它涵盖生命记这一卷书到约书亚记、士师记，都会呈现出里面有一种概念叫生命记史观。它很简单来讲的话，它当然有好多点。它很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这纯粹就是对以色列人讲这不是对其他人讲。对以色列人讲说，以色列人，如果你守约，就会有满满的什么福气；如果你违背跟耶和华所立的约，就会有灭亡的灾祸，就会有不断的灾祸。这个概念就是生命记史观。这样子的核心的概念，可以写出很多像这样子的宣告。像类似这样的宣告，就是说你们耶和华必照样使各样的灾祸临到你们。如果你们去侍奉别什么，都是一样的理念在写的。这个东西很容易被误解成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什么意思啊？你哪信耶稣？如果你信上帝，就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了？成功神学是告诉你，如果你信上帝，你就 prosper 嘛，你就大大的丰盛，你就会病得医治，你就会武汉肺炎都没有办法跑到你这边来，你都不用再戴口罩了，就是说，如果你信上帝，就会有一切的好处。如果不信上帝嘞，成功神学怎么讲的？如果没有信上帝嘞，有直接讲你会下地狱吗？成功神学会这样讲吗？没有他往好的一方面讲而已。这个东西有时候跟生命记史观不一样，不是生命史观是说，前提是你已经跟上帝怎么样立约了，你的祖先亚伯拉罕已经跟上帝立约了。既然已经立好约了，现在告诉你，你如果遵守约定，那所应许的就会给你。你如果敢破坏这个约定，你就会有无止境的灾难。这个不是成功神学，你知道吗？成功神学是
你根本还没跟上帝立约嘛。我现在用这个成功神学在吸引你来信上帝，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啊。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提到这些字句、这一些经文是不适合拿来支持成功神学的，它是纯粹在以色列人跟上帝有约的这个前提下在讲这些话的。哦，就是你们的祖先亚伯兰既然已经跟上帝立约了，哎，那个不是随便讲的，那个是有仪式的。你回去看创世纪，那个亚伯兰在半梦半醒之间是有看到上帝的火这样走过去的哦，他所预备的祭品切开两半，上帝是这样过去的，那个是很严谨的，已经跟上帝立约了。既然已经立约了，就得遵守。那你遵守的话，那所应许的福气都会给你。可是你敢毁约，你的灾系啊，这是生命记史观的概念。这跟后面的这一些堕落的基督徒在讲的成功神学是两回事哦，不要搞在一起哦。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读他14节、16节，它是非常典型的生命记史观的讲法哦。你看他这个措辞，就是很典型生命记史观的讲法哦。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上帝吩咐你们所守的约，你们如果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迅速灭亡。好，这个是毁约的结果。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生命记史观。好，刚刚整个23节问题，23节基本上学者认为23节是发生在示罗。示罗就是会幕存在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约柜在的地方。示罗，这个是属于北边的哈，比耶路撒冷在北的地方重要的城市示罗。我今天的讲义没有把地图带画出来，如果你看之前的地图就会看到示罗，它一直是传统犹太人传统比较北边的宗教的中心。后来是被大卫很卑鄙的把这个宗教中心转去哪里？耶路撒冷啊，南边就掌控了宗教的要地，从示罗就转去耶路撒冷那这个是在23章发生的地点学者都认同。23章的事情是发生在示罗，约书亚在示罗召集这些人，然后做出这些吩咐24章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好像延续下去的24章你可以看成它是另外一个事件。他说约书亚24章第1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那就是另外一个地方了示剑城这已经跟前面23章是不同的地方了那事件呢是另外一处这个事件重要的是他们当初要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也是在那里也做出了那个祝福，他们有献祭做出了祝福跟那个咒诅的宣告，在示剑城那里，我看会记得在哪里示剑城，24章，基本上他们在之前，哪里就先讲过他们在示剑，在约书亚记第8章的时候。
他们在示剑这个城，它一边是基利信山，一边是以巴路山，那边就有宣讲律法了哈。第8章约书亚记那边就提过了哈。那这一次等于是结束了哈，都打完了，其实没有真的打完哈，分好地了。24章提到等于是最后了，他们又在事件再聚集一次，他们在上帝面前啊，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重来要讲一遍了，从头要讲一遍。你要知道以色列民族是非常重视历史的宣告的历史的宣告。他们每次要讲，一定会从亚伯拉罕的约开始讲，一定会从摩西过红海开始讲，讲那个上帝的恩典上帝对他们的应许，都一定会从这边开始讲。这边提到亚伯拉罕他们的列祖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一边侍奉别神，这里讲的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其实就是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就是在两河流域了就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中间的这一块地他从那个亚伯兰的父亲开始讲，他们本来是侍奉别神的，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兰从大河幼发拉底那一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基本上重讲一遍创世纪那一段又讲一遍，要把雅各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以扫的后代就是以扫后代什么人？以扫的后代以什么人？以东人。以东人很重要那个西律大帝西律他们的家族就是以东人的后代，所以犹太人很丢脸看不起以东人，看不起以扫的后代，看不起以东人，就搞了半天，到最后西律王统治的犹太人那么久，而且圣殿第二次的圣殿是西律王盖的盖的比所罗门王的圣殿还要大，还要辉煌然后第4节，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这个都是创世纪、出埃及的写的资料。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等于是从头讲一遍，要立约嘛，从头讲一遍给你们听。我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的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再提醒一次，约旦河以东的亚摩利人那2个王在摩西的时代就把他们打下来了。可是约旦河以东照理来讲并不是迦南地就是说上帝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是指约旦河以西的这一片土地。可是他们那时候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到约旦河以东亚摩利人的地方的时候，打下来了12个支派里面的2个支派半迦得马拿西半支派跟流便这2个半支派要求要留在约旦河以东他们喜欢这一片地那这引起其他的9个支派半的怒气可是他们答应，他们仍然会派勇士跟着他们的同胞过约旦河去西边打仗等全部平定了，他们才会回到他们的
所分的地，约旦河以东的这片地，哦，所以就消弭了那些纷争，好，所以这边一直讲，已经攻下了约旦河以东的地方。第8节，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把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OK， 那这要再讲另外一件事情了。巴勒这个王呢，有去找一个先知，叫做什么？很有名的巴兰，有没有？巴兰这个先知，这很有名啊。他骑驴要去咒诅耶和华，结果驴看到什么？驴看到要来灭命的天使，就不走了哦。所以你知道，上帝什么都可以使用，他连驴子都使用了，他怎么可能不使用我们？就算我们是猪头，他也会使用啊。我们要有信心，好吗？各位猪头，嘿嘿嘿，不是啦，不是啦，我说连驴子他都使用了，对不对？驴子看见天使，所以不往前走，救了巴兰一命。这个巴兰是个不公义的先知，是收钱的，可是后来他也赞美了，祝福了，不是咒诅。他说这个巴勒这个王呢，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后来巴兰是为他们以色列人祝福的，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OK， 这一路以来，耶和华上帝在讲的是我救你们的祖先脱离谁的手，脱离谁的手。然后呢，你们过了约旦河到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这里很难翻译，看不出什么是黄蜂的意思，可能是变形金刚里面的大黄蜂。笑。亚摩利人的恶王在你们面前撵出，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是我耶和华的作为。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土地给你们，那是从迦南人抢来的，赶走迦南人，所以不是你们当初整建的地。我赐给你们的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现在住的城堡、城邑，也是都别人盖好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你要知道，种一颗橄榄，种一个葡萄树，到它可以结葡萄果多久？多久？种一个葡萄树，葡萄树是圣经的翻译，因为葡萄不是树啊。一般非圣经，我们一般的书，我们是翻成葡萄什么？藤吧？真的是只有基督教界讲葡萄树，你知道吗？所以你就会想成有一棵树上面长葡萄，哈哈哈！这些天龙人不是啊，它是藤啊。好，那你要种葡萄藤多久才可以开始摘葡萄？你们这些天龙国1年到几年？太快了一点。因为我之前查那个屏东能够种，然后我就想到葡萄，然后所以我上网去查，我认为台湾南部的气候，最快状态好的，但是那个是我们的酿出好的台湾的技术啦。或者你可以稍微拉一下，因为你一直动，你怕它掉是吧？不是，是你压到那个线头就会喳喳喳。这样子。对，就那一种味道。没有啊，那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啦，3年可以开始摘，它要5年啦。就是这个概念，你们在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才懂他在讲什么。他说饥荒的时候，你们不要砍葡萄藤，
不要砍橄榄树。那为什么？如果这个饥荒很短，你们却已经开始砍，为什么饥荒要砍葡萄树啊？因为你要把土地腾出来种什么？麦啊，麦多久可以收成？如果看犹太人，他们应该就是1年就收成一次了，一次大麦，一次小麦。那因为饥荒嘛，土地要拿来多种麦嘛，1年就可以收成的嘛。可是如果这个饥荒是短期的饥荒，你砍了葡萄树跟无花果或是橄榄树就毁了，因为你砍了以后拿去种麦，然后饥荒过了，你要重新再种葡萄藤。那要等多久？就要等5年了，才会有酒跟油啊。所以那起初在讲那一段的时候，他说不要砍的意思是在预言告诉你说，这是会有饥荒，可是这个饥荒怎么样？不会久，不会久，所以才会命令说你不可以砍。为什么讲到这个？笑我只是讲到葡萄而已。后来葡萄在哪里？黄蜂要求唱那么远，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从你们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不是用你们的刀，不是用你们的弓，是我耶和华把这些人处理掉的然后我赐给你们土地，对了，13节啦吃不是你们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所以你要知道，橄榄树、葡萄树都很重要，因为橄榄树是榨什么？油，葡萄树是酒，无花果是吃的，麦是他们的主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食物的资源跟习惯，这里还是一直强调前面约书亚讲的东西，不是你们为耶和华打仗，是耶和华为你们打仗的，耶和华为你们打仗，然后这里呢，这一段经文一直讲到救赎，上帝救亚伯拉罕脱离别神，上帝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手，上帝救以色列人脱离了巴勒去找的先知巴兰的咒诅，都是一直讲救，是我耶和华的主动的作为这里到13节都一直强调这个14节第7页，现在呢，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其实呢，学者在研究整个旧约，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他们一直都有在拜这些你看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一直在拜他们成为一神教只拜耶和华是慢慢演进的，甚至于我说到了被掳归回以后，他们才悔改，被掳归回以后才这么在意十诫，这么在意这些教导被掳归回以后，那这里离耶稣也就不过400年400年就是说400-500年就被掳归回以后的这一段期间，他们才成为很中心的一神教一神教。所以我之前讲的，我比较赞同一些学者在讲的摩西五经乃至于约书亚这些东西，都是被掳归回以后才成册的才编辑成册的他们的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警告这一些以色列人，就是亡国以后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不要再犯他们祖先的错误了不要再犯他们祖先的错误。他们祖先因为敬拜别神，
毁掉了亚伯拉罕跟上帝的约，导致最后是灭亡。现在你们已经被掳归回了，你们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这里就很清楚的讲，都是上帝的拯救。从那个亚伯兰讲到出埃及，讲到在旷野的时候，脱离巴兰的咒诅，这个都是上帝主动的拯救。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你们如果认为耶和华不够醒耶和华不灵，那你们就不要玩了，你们去选别的啦。今天我就跟你们讲清楚，我约书亚快死了，我跟你们讲清楚你今天就可以选择要侍奉的。看是要在你们列祖大河那边之前要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现在住在这里亚摩利人的神呢？好，你们就选吧。如果你们觉得耶和华不好，你们去选。至于这下面那一句就是常在那个基督教书房看到的，有没有？至于我和什么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得要去思考这些话的意思。如果侍奉耶和华是这么理所当然的，就不用写了。今天我一个约书亚，在我死之前，我居然把这个东西讲在嘴巴，这表示这不是一件普遍的事情，这表示有人在那边三心二意心猿意马。所以约书亚会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今天给我讲清楚。你们不要上帝，你们就给我选择清楚。你们看是要拜谁就去拜谁，你们给我讲清楚。那至于我呢？我跟我们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这种反过来的思维啦，就是说，就好像保罗罗马书的第1章16、17节、16节、14节，保罗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什么？神的上帝的大能。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有人以福音为耻而且以福音为耻的人多还是少？多啦，蔚为风气啦。我保罗才需要告诉你说，我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啦，这样听懂吗？你一定要能够从这个他的呼吁或是他的强调去读到他的理由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这里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里也是在让你知道，其实这不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东西基督徒都没有小心我们另外一个班在查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们那些热心想当长老的，要怎么样，对不对？有一个标准嘛。其中有一句话说，只能做一个女人的丈夫那句话可能很多翻译啦，只能做一个妻子的丈夫或者什么，还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啦。可是通常会解释成一夫一妻啦。你知道这暗示什么吗？这样写暗示什么？基督徒都不会去这样去想。你要当长老的，我给你的标准是一夫一妻啦。如果你没有当长老嘞，你一定要看得出这个暗示。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当长老的，你的标准要比其他的信徒高。那比别的信徒高是一夫一妻，那代表在暗示你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大家都是一夫一妻，你听懂吗？如果大家那个时候都是一夫一妻，就不会成为长老的标准了。今天是说，你要当长老的，你只能当一个女人的丈夫。那些没有想当长老的，可能有5、6个女人的丈夫，这样有听懂吗？你得要能够把它反过来去看出来，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就是在讲那个实况。
我都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读圣经都读得很理所当然哦。你看，所以你看，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了，才不是嘞，那是你没有读清楚。哦，如果是当长老的有这样的要求，那表示那个不是常态，哦，不是普遍的现象。结果16节哈，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很会演，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呐，放屁了哦！因为耶和华我们上帝曾将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可是事实上，这讲得很好听。事实上，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即便他们看了那么多神迹，他们还是离弃耶和华嘛，是不是？哦，所以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现在的信仰的实践，千万不要再把这一些神的作为，乃至于超自然的神迹，当作是一个要件，当作是你信上帝的一个要件，不是哦。我必须重新强调，神迹它就是记号的概念，神迹是一个记号，一个神迹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在陈明行神迹的人是属上帝的人。那行神迹的人既然属上帝的人，接下来他的教导才是重点。那个是神迹的重点，在教导。神迹的重点不在神迹本身，神迹的重点是那个行神迹的人接下来讲的话是上帝的话，是上帝要你知道的话。所以你就可以去推测，去思考一个问题：神迹在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不太需要的，是没有那么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很清楚上帝的话了，我们不像旧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并没有上帝的话集结成册，所以他先知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先知都要用那种第一人称的话说，我主有话要说，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有圣经啊。旧约时代没圣经，要搞清楚新约的时代才有旧约，这耶稣那个时代，新约时代他们才有旧约，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是没有圣经的，所以这些先知是很重要的，他们就是在传达上帝的心意。到了新约的时代，新约有先知可是新约的先知的地位是没有像旧约那么重要了，这是可以比较的出来的。新约的先知，你看《使徒行传》有先知有没有？那些先知不是告诉保罗说：“你不要回耶路撒冷呐，我看到异象啊，你会被捆绑起来啊，有没有？”新约的先知的地位已经不像旧约的先知，因为他们已经有上帝的话了。那你现在就得要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旧约有新约，我们有清楚的启示，耶稣基督是最高的启示。你现在还在告诉我说谁是伟大的先知，我就直接给你开了我就一个头给你打下去我们要有什么侯以利亚先知要有什么先知先知才伟大你头壳坏掉了。先知最重要的就是传递上帝的话语，可是现在上帝的话语已经启示到一个很清楚的程度了，就是上帝所愿意我们知道的都已经启示出来了，所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谁是先知了那些先知都不能讲什么重要的事情，只能讲你会跟谁结婚，你会去哪一个公司上班你会不会中武汉肺炎这个都不是圣经它的概念所讲的先知现在这些先知比较像算命的然后这些百姓回答说：“哇，我们必定侍奉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才怪嘞！”好，来19节，那约书亚就对百姓说：“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这个约书亚有一点丢哈，以退为进啊。这里又符合，又跟出埃及记20章的10诫的翻译一样，又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因为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我会建议你把它改成他是神圣的上帝。好，你看那个何修就改了，有没有？他是神圣的上帝，然后是忌邪的上帝，何修没改。我说过了，不是忌邪的上帝，是什么的上帝？是没有，不用，不是忌邪的上帝是什么？是 jealous， 是嫉妒的上帝。这个是和合本的传统一个很错误的翻译，忌邪跟嫉妒根本是2个不同的概念。那当翻译要把圣经翻译成汉字的这些传教士跟学者，他们要翻译成嫉妒，他心里会怕。上帝是个会假丑的上帝，上帝是会嫉妒呢？嫉妒不是不好吗？你知道那个天主教的7宗罪，知道吗？天主教有7宗罪，因为7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嘛，所以罪要有7个嘛，圣礼也要有7个嘛，还有7大圣礼、7宗罪。7宗罪里面嫉妒就是一个重要的罪啊。你说我要翻译圣经，我要翻译说上帝是嫉妒的上帝，我们的上帝犯罪，所以他不敢翻译成上帝是嫉妒的上帝。可是又得翻嘛，就把它改成是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可事实上不是，这里要讲的上帝是说，上帝是一个他是一个 jealous， 他是一个会嫉妒的上帝。嫉妒什么？嫉妒你们这些上帝的百姓去干嘛？去拜别的神。那你要知道，你的上帝是嫉妒的上帝，会给你好看。他醋坛子会打翻，醋坛子一打翻，你的尖歪歪。他要讲的是这个意思。上帝是嫉妒的上帝，可是没办法，我们汉字就只敢翻译成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就整个意思就跑掉了。好可惜哦。我比较喜欢上帝是嫉妒的上帝。这个意思比较好。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我说不要翻译成圣洁的上帝，翻译成神圣的上帝比较准确。因为 holiness 那个神圣，它并没有洁的概念。洁是衍生出来的概念，就是说你如果是神圣的，那代表你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你既然被上帝分别出来，你就必须洁净你自己。所以它洁是后面才引申出来的概念。神圣要代表的概念是你是跟这个世界不同的，你是被拣选、被分别出来，那是神圣的意思。所以你要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称哥林多的信徒是圣徒，有没有？有没有印象？他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圣徒，可是明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很淫乱的，他们还收了自己的继母，有没有？那他们还被保罗称为什么？圣徒。保罗没有再强调他们很洁净，保罗在提醒他，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被上帝怎么样分别出来的这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这里和本的两处翻译要改掉那何修有改掉，他说你们是，在哪里？19节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何修改了因为他是神圣的上帝，这个翻译比较好。然后是忌邪的上帝，很可惜他就没改你最好是写他是极度的上帝。
他是会吃醋的上帝，那就更白话了。啊，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你看就在讲这个概念。你们气跨埋啊，你上帝会嫉妒。我告诉你，你们若离弃耶和华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OK， 这个讲法就跟前面是比较不一样的讲法。这里是耶和华亲自灭绝他们，前面是23章在讲的是那一些迦南人会成为罗网，成为陷阱，一直到你们灭亡。好，那百姓就回答约书亚说：“不然，不会啦，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你要知道，约书亚根本不信他们的哦，约书亚不信他们。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哦，你们自己要成为你们的证人 ，witness， 你们要成为你们的证人吧。哦，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听在公共的。”哦，约书亚就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有没有？这就是实况嘛。他们有偶像在他们的生活的啦，他们有啦，所以耶稣才要他们除掉嘛。那百姓就回来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听从他的话。”这个都讲 key mo 的啦，随便讲讲而已啊。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上帝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圣所旁边。所以这里是示罗吗？那这里明明是示剑嘛，那为什么会有耶和华的圣所？已经移到示剑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移到示剑去了，是？我看他英文怎么写，26是说 ，And Joshua recorded these things in the book of the law of God. Then he took the large stone and set it up there under the ark near the holy place. OK， 他们又讲什么 ？Holy place of God， 圣所旁边哈。然后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这是一个兆头啊，一个石头，一个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的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上帝，这个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耶和华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啊，等于是他召集了这些人来到示剑这里，然后立下誓约，然后用石头做见证啊。看到这个石头就要记起你们跟上帝所立的约。不然的话，你们就尖歪歪，好，全部立完约就回去了，回去了就忘记了。你知道要拜别的神太容易了，要拜偶像是太容易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最近又在帮一个人上洗礼班，然后洗礼班在讲到亚当夏娃犯的罪，弟兄姐妹。亚当夏娃犯的罪是什么罪？那个教科书说，亚当夏娃犯的罪就是不顺服上帝。上帝说不可以吃，他们却吃了。亚当夏娃犯的罪是不顺服上帝，这写错了啊！这样子的教示写可惜了，没有抓到重点。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的罪是什么罪？就是所谓的原罪。亚当夏娃犯的罪是什么罪啦？想成为上帝，就是说亚当夏娃想成为上帝，那才是真正的原罪，最核心的罪，并不是说不顺服上帝。No， 这看到这一点就太可惜了。那一棵树是有名字的，那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如果你只是要讲说亚当夏娃犯了不顺服的罪，那任何一棵芭乐树都可以，听懂意思吗？上帝说芭乐树不可吃，结果他们居然还吃了，那就是不顺服嘛。
那棵树是有名字的，那棵树的名字叫分别善恶树，意思是用善跟恶这2个极端来包含所有的知识。所以那棵树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吊诡。那棵树存在，然后人想要吃那棵树的果子，它在呈现说人想要成为可以拥有或是掌控所有知识的一个存在。那事实上，只有上帝才能够拥有跟掌控所有的知识。那当人也想掌控、拥有所有的知识的时候，这里的寓意就是人想要成为什么？上帝。这个才是人的原罪，最根本的罪。那我说，人拜偶像是理所当然的现象，为什么？人拜偶像是什么逻辑？说这个神明。你给我什么？我现在跟你拜，你要给我什么？要给我乐透的号码，对，要给我美娇娘，要给我豪宅，要给我帅老公，对，所以是谁在服侍谁？神明在服侍我嘛？表面上我在拜神明，可是神明在听我的话嘛，那这样谁是神？搞了半天我才是神嘛。所以你会发现，我想成为神的这个原罪是一直在那里的。这个我想成为神的这个原罪是最直接呈现在人拜偶像。人拜偶像这件事情，就是自己想成为上帝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一直在重复亚当夏娃犯的罪，就是人想成为上帝。这个也是所有约书亚交代里面最核心的一个罪。你们只能专一的侍奉耶和华。你们什么时候歪掉了，你们就又回去亚当夏娃犯的罪那边了，想成为上帝的罪了。所以这些人根本就是随便讲讲不会啦，不会啦。我们有证据啦，石头做我们的见证啦，我们只敬拜耶和华上帝啦，放屁啦，这个讲完回去就忘记了，因为那个今年收成不好，就拜谁？巴力，对吧？然后怎么样，娶不到老婆，拜谁？月下老人，生不出来拜谁？你们这些死基督徒，你都不晓得要拜谁，生不出来要拜谁啊？是祝生娘娘对了，祝生娘娘啊，考不上台大要拜谁？文昌君，都有行天宫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关公啊。警察也拜啊，可是关公一只手刀，一只手什么？春秋啊，所以读书的也要拜关公啊。他什么？他通吃啊，所以在这边讲很大声我们单一侍奉耶和华，好嘞，那你生活缺什么你就拜什么了，那个人想成为上帝是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很难去抗衡的。所以这里约书亚讲了那么多，你要知道，这里是以色列人心得意满的时候，地也分好了，仗也打胜了，就是会从这里歪掉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了，耶和华上帝就会变成一个图腾而已，没有了，我比较重要了。你看，所以约书亚最后的讲话都讲很清楚，是上帝为你们打仗的。是上帝主导的，是上帝拯救的，这个领袖很可怜呐，到了要死了，有没有？那还一直在讲这些很基础的东西，你就知道很可惜，很可怜。你知道摩西作为领袖跟约书亚作为领袖有一个关键的差别，你知道？你看得出来吗？摩西作为领袖跟约书亚作为领袖有一个关键的差别。
是约书亚的缺失，有一个关键性的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摩西作为领袖120岁，对不对？他有训练约书亚，约书亚是他训练出来的嘞，对不对？约书亚活了110岁，最后讲的，对不对？他训练谁？约书亚活了110岁，训练谁啦？没有啦。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差别。就是说，你从出埃及记看到的摩西，他在约书亚30几岁青年壮的时候，他就是带着约书亚打仗上山，有没有？他去面见耶和华，约书亚在半山呢。就是说，在他在军事上、属灵上，他是很大力的去栽培约书亚，成为第2代的领袖。可是约书亚在他的征战，圣经在记载他的征战跟他所有的服事，没有去记载他操练哪一个人上来。所以你看，约书亚记后面接的是什么？士师记啊。士师记怎么讲自己？这是一个什么的时代？对啊，每个人都以自己为王嘛的时代啊，这个有差嘛？你知道，你没有训练出你的接替者，你没有训练出新一代的领袖，你知道不？你跟国民党一样，你知道吗？我不是开玩笑，你现在看国民党有谁？赵少康，你知道赵少康几年次吗？屁，赵少康39年次呢，39年次还在那边呱呱叫，那好丢脸呐！什么？为了中广啊？你知道韩国瑜几年次？40几年次江启臣比我年轻啊，听说江启臣60几年次的。可是你知道他没人，你知道吗？民进党很烂，可是民进党有在栽培新的人上来啊。你怎样说？富不过3代。民进党有新的人上来，你要知道很多我认识的很多他们本来是市议员的助理，都已经出来当什么市议员了。就是说你就看着他们有在栽培新一代年轻的起来，以后成不成器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有在栽培嘛。可是你看这边梅西亚董还39年次，你行给没有嘞？还在那边，你看约书亚活了110岁，他居然没有栽培任何一个接替的人。你看士师记，士师记的第一个是迦勒的女婿呢。所以你就发现，乱体啊，你知道不？就乱掉了啦。这个在教会、在团契、在所有的基督教的群体，也都要去思考这个事情。我们要培养、要训练年轻的新的领袖，不是只交给你的儿子。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不是只把教会就传给你儿子，你知道不？这是不对的，变成你们家的家族企业神经病。你们要训练新的领袖出来，很可惜。好，那就最后一段了，29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110岁就死了，就是刚好110岁的时候去世，比摩西少10岁。可是不一样圣经在描述摩西死的时候，强调他牙齿怎么样？坚固，眼睛怎么样？明亮。你看，像许木就老花了人家120岁，
眼睛明亮，牙齿坚固，所以摩西不是那种老死的，他就直接被上帝带走了。哦，约书亚到110岁死，圣经是形容他老迈了。哦，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一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有侍奉耶和华。这样讲什么意思？哎，这样讲就告诉你说，那些长老都死光了以后怎么样？就没了哦。好，这是合理的推测。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哦，就已经带回迦南地了，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可是你要知道哈，32节的翻译就把它回复成音译，哦，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可西塔，哦，这是一个单位。你要知道哈，100块银子让你去想象成银币，可是旧约还没有使用钱币，在人类历史应该是波斯帝国开始使用钱币。哎，不对啊，波斯，对。波斯罗马在波斯后面嘛，对，波斯帝国引用钱币，钱币开始比较普遍使用，然后波斯后面才是希腊嘛，是吧？然后希腊后面才是罗马帝国嘛，那个银币的那个 drela 那个银币罗马银币的那个概念才通用起来，所以它这里100块银子，事实上。它这个那 Quisitas 这个字 ，Quisitas 这个字应该是重量的单位，应该是重量的单位，就是在算计银子的重量的单位，你就想象以前勾炸我们看那个古装戏有没有？去喝酒吃东西，不是就丢那个？碎银子吗？1两银子什么的那种概念，比较乱演的就会演一个银元宝，这300啊，谁出门在带银元宝啊？是金元宝啊，在起笑都是碎银子啊，都是算重量的没有钱币的概念，那个都比较晚的，比较后面的。他说从前雅各呢用100 Casitas 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众子买的那块地，那块地呢就成为约瑟子孙的产业，约瑟就葬在那里，那等于就到了一个段落了，那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以法莲的小山上，你会知道到这里。讲的都还是约瑟的角度在讲，以法莲是另外一个跟犹大支派相抗衡的支派，这个在以色列人里面一直都有这个矛盾跟冲突。约瑟是长子还是犹大是长子？犹大是南边，约瑟是北边。所罗门王以后，那个罗波安拼不过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是以法莲为主，然后带去9个支派办重新建立北以色列。南犹大比较小，比较穷，比较弱，可是圣经比较喜欢南犹大，因为他还出了一些好王。北以色列不管是军事、经济、政治都比较强，可是半个好王都没有，所以在圣经的评估下面就是比较不好的。可事实上他才是大国，北以色列才是大国。约书亚记到这里结束，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上次说要跳回新约的哪里，我又忘记了，完了，我脑袋很差。上次我们在讨论，上次我们好像讲了3个，对。彼得前后书嘛，有铁上轮一下吗？
对，它有末世的概念。可是那时候他们还没决定。对啊，还没决定。哦，都是8章，对，因为5章加3章，都是8章。另外一个是什么？有说要加前后，还是说有3个？彼得前后，帖撒罗尼迦前后，或是好像说马太吗？马太到28章去呢。快点，有没有意见？要查什么？先共先赢。下礼拜查什么？我们新约跳到新约。我们有新朋友苏以恩。好，苏以恩。好，以恩你想查什么？趁他们都不在，赶快讲。没有特别。喂，线上的弟兄姐妹，查哪一卷？新约查哪一卷？讲完要等30秒。彼得前后书。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比下去喽。彼得前后书。约翰3书。犹大启示录。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教圣经目录歌？可是我不会唱旧约的，我只会唱新约的。那是旧约啊，对对，好像是那个音没有错。旧约我就用背的。好，那我们就查彼得前后书。哦，上礼拜有人讲罗马书是不是？罗马书好像也是没有查了。他说，然后另外一个说马太。哦，对了，那就真的上礼拜都有提到这些，就是彼得前后、帖撒罗尼迦前后、马太或是罗马。马太我们还真的是应该是没有查过，因为一开始就家谱，大家就没兴趣了。罗马书、马太福音，他想要快点日记，所以对，我有印象，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说，新约不要找太长的。后来我们这样子讲的要记得，我们就给他把彼得前后书查完了，就回去查旧约士师记啦，然后再跳回来看要查罗马书还是要马太了。哦，好不好？好吗？好，我们就准备下个礼拜5就查，什么彼得前后书哦，彼得前后书，可以吼，好。那今天有没有别的问题？今天的经文，如果比较晚进来的，没有听到23章11节的，我会讲一下。我个人认为23章11节很有趣，就是说耶稣要提醒说你们要什么？小心爱上帝，这个我在圣经其他地方很少看到Be careful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Be careful， 我要听上帝爱说你这个是很特别的提醒他提醒你，爱并不是仅仅只是一种情绪的反应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是爱不下去也要爱。好，为什么？他的意思不是长老没办法延续信仰，反而是有。他说那些长老还活着的时候，人民都还是敬拜上帝的。他讲这样子，那只是我们推测。那等那一代的人都凋零了，都死了，百姓就开始拜其他的神。
哦，所以他意思是说，为什么长老没有好好的延续下去？嗯，哎，这个吼是吗？是长老的错吗？还是人？用我们现在来想，是这些牧师长老的错呢？那不可考了。可是如果说你说，如果我看我们教会嘛，哦，古林教会弟兄姐妹开始拜妈祖了，是谁的错？是谁的错？所有的人跟听人都有错。不过我相信上帝一定是找牧师跟长老嘛，对不对？他是说信仰不是群体的行为嘛？他的意思是对。那你今天带头的，他有一定的责任跟影响力。哦，你今天带头的就得要负责任。我常说哈，我举一个例子，虽然有点尴尬。我说长老会的牧师哈是比较，我说原本啊，现在都乱掉了。原本长老会牧师是比较困难当的，因为他一个时间就要被检验一次，好像古代的时候，那个任期到了是全部的陪参会员再投票一次，哎，2/3才过呢，2/3同意你才能继续当牧师呢，所以你很可能就被干掉了嘛，对不对？好，那后来就改成是由长老由小会员来决定你要不要留下来。啊，所以就会觉得说，啊，长老会的牧师比较可怜呐，啊，任期到了就要被处理一次啊，啊，然后如果长老不怎么优秀的，还会把你赶走呢。可是我要讲的是，那你自己活该啊，因为话语权是谁的？牧师嘛，教导权是谁的？牧师嘛，上帝有给你时间呐，上帝有给你机会教导长老。教导会友，你最后还是被长老赶走，你要怪谁？怪你自己呀！你没有把握好你可以教导的时候，把比较妥善的神学的观念跟这一些教会的领袖们做好的教导或是研究嘛。那结果到后来你被用很不妥当的理由赶走，那表示没有把握那个机会改变这个体质嘛，哦，所以呀，上帝还是会找带头的算账啊，哦，那当然呢，都有自己该负的责任。这些以色列人后来离弃神，要怪约书亚吗？要怪约书亚那些长老吗？呀，他们有没做到的地方，可是大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哦，呵，这个东西也适用我们，哦，也适用我们，不容易啊。所以我才说，我们要重新去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重新去思考我们每一次的聚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好好过生活。在生活上面活出上帝国百姓的样式，这就是聚会的目的。那如果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没有往这边去设想，往这样去设计，我们的弟兄姐妹会越来越弱，越来越没办法在他的生活活出他的应该有的样式，然后就会随波逐流，随着这个世界的价值，那到最后把你赶走也是活该，是吧？到最后用一个世界的标准跟理由评断你不适任，那你要怪谁？啊，因为你作为牧师，作为有教导权、话语权的人，你并没有把握机会，把比较属于圣经的观念阐述下去嘛。哦，这个没话讲。可是现在台湾众教会越来越世俗化，没办法，因为没书没得教，牧师没有教导，哦，我们都要下地狱去了。
好，下礼拜，彼得前后书，好问题。三代母母无明，四代牙香对白哈。对了，好，我就回去准备彼得前后书了哈。好，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来亲近你的话语。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明白，可是若我们有明白的部分，求你赏赐能力，让我们可以实践出来。我相信阿爸父神，我们相信我们这些基督徒不用去太在意那些我们无法明白的部分，单单我们能够明白的部分，我们有实践出来就已经一辈子做不完。所以求你顾念我们，赏赐我们足够的智慧跟耐心、意志力，我们就来实践我们的信仰，就在我们的 everyday life 把它实践出来、活化出来。这是很困难，可是却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努力的事情。谢谢你恩待，再一次为所有在武汉肺炎的威胁下面丧失很多的健康或是亲爱的人的这些人来祷告。阿爸，你恩待，你亲自安慰，然后也保护我们众人有强健的体魄，保守我们有善良良善的心，然后愿意行事公义。你保守我们每个人回家的脚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好，谁？好，你问。犹太人开始信的不是耶和华上帝，是后来信耶和华上帝。那还存在着信一开始多神教的犹太人？没有，现在的犹太人就已经很清楚是一神教的了。你就想象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都一直是生活在那种多神的处境里面的。要慢慢的变成一神教，那是需要时间的啦。他们并没有很早就是一神教的群体。我那个学者们认为，关键是被掳归回，重新强调上帝的教导，那个十诫啊，这些律法跟先知哈。然后慢慢拧塑出犹太教是一神教这样，不然在早期啊，就真正早期，你包括大卫王啦、所罗门王啊，早期那些真的他们有太多神明可以信，太多神明可以信。什么？没有。好，晚安呢。以恩家住哪里？万隆哦，那万隆不远嘛。